曾經我練到得返6% 體脂，但後來放棄咗。點解？中學嗰陣徒手健身可以話係我嘅一切，每日操2次，朝早6點起身先練第一次，放學功課唔做都要再練多一次，風雨不改，冬天得返幾度都要照樣起身操練。結果我練成到6% 嘅體脂，連續做到23下引體上升，仲解鎖埋前水平、後水平、muscle up、倒立、單手引體、倒立掌上壓等等。但漸漸我開始問自己，如果停一日就焦慮、受傷都唔肯休息，咁樣到底我係咪真係健康呢？我慢慢發現，訓練唔應該係人生嘅全部，而係人生嘅一部分，係令我更健康同自律嘅習慣。依家嘅我唔再追求極端，只係想穩定咁進步，唔再受傷。70%嘅時間都放喺打好基本功身上，偶爾都會跑下步，將訓練融入於生活當中，而唔係由得生活俾訓練綁架住。呢個亦都係我教學生嗰陣最想佢哋明白嘅一樣嘢，因為我覺得真正健康同練得好嘅人，唔係短期內練得最盡，而係練得最長嗰個。